Shenyang Junction。香火鼎盛的台湾10大庙宇，网页链接。佛法与医学底线善生之道，林峰正医师底线从地藏经看生死网页链接。刚开始念的像外国人了，那个本来都是念那个标题的声音，就是不是很纯正的中文，后来就念的比较像正常的中文了。手机程式念的啦，要念装 T2S T1234的2，就是那个英文的 to 的音嘛。T2S 就是 text to speech 啊，文件转声音啊，文件变声音。用那个英文，用那个数字2代表那个英文的 TO2。T2S 手机程式